好，来小语讲了好。伫一个假日，平家人趁到天气真好的时阵呢，规家人安尼带出来耍啦吼。原本呢，规家人安尼讲声笑啊，讲甲足欢喜的。毋过突然间为着一件代志，煞来冤起来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哇，安某呀！哟，来讲咱这些台湾观光啊，做了真好呢。这所在讲安尼，哇，真好耍，你看嘛。对啊，我感觉吼，咱爱较接出来行行的啦，三不五时啊吼，你看哦，足好诶，这感觉，对啊，真水哦，这红英就是耶，爸爸来自会，来自会，耶，大家真欢喜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欢喜。哎呦，看到爸妈这样你要欢喜哦，我嘛就欢喜的。哎呀，咱有闲哦，就安尼定定喊爸爸妈妈做伙出来哦，你知影哦？对啊，你开车载阮出来。诶，时间嘛真活咧，我看哦，今日咱袂当。你无挂表，无挂表，给他看哈。有啊，我就知影啦，你俩我迄个好。安怎啦？你是要讲啥？无啦，我是讲吼。即马你5:5啊，对无？系啊，咱要回去进前，该买一寡迄个名产等。哦，你要给之类的。好啊好啊，系啊，来到遮无买物件，叫啥物件？哦，遮上较出名就是面包啊，胖。面包啊，做，安尼好啦，做一个人来遮佚佗，拢爱炸迄个面包等于。不要，人客啊，来，看这个吼，来，阮遮有咧卖面包。奶油的面包，搁叫cheese的面包，这种纯手工的啦，纯手工的，祖传三代。手洗无？有啦有洗啦，祖传三代，我第一代啦。气价，吼。来，看卖，吼，看到拢会使食吼。来，试看卖。你手洗无？哎，我已经做。这真材实料啦，拢无偷啦，好食啦，吼。袂歹。来，你买偌济？看买偌济？这安怎卖？这一个50块，嘿，你若买这我搁送你，嘿，来我买几粒？对，来，我讨论一下啦，你叫我 A 啊？无啦，我爸，嘿，讲实在话吼，这间无够正统，嘿，这叫做面包一条街啦，嘿，后壁个这个人叫个啦，咱来到这个货比三家袂食亏啊，嘿。北京哥会使看呀？迄拢百年老店的，对不？歹势哈。来，你要买胖，你找我就对啊。阮这条街吼，我这间上有名，吼，因为阮卖胖嘛，吼，卖胖哦，你若无胖吼，就唔是胖，这胖吼，看好看，皮吼，歹食。无啦，无你调讲了，你调讲了，我叫有特色诶。等下啦，调讲了，看哦好看，哦形象安尼足好看，片吼，足胖，有无？应该会是足多呢。其实讲实在话，你这吐司这看其实还好嘞。等下啦，不讲介好看。一个金牛角对啊，用来收呢。对啊，嘿，食咧吼，哇，要求好食，哇，嘿，我这坑200几年啊。200几年，坑200几年。不是啦，我是讲我的店开200几年。哦，店啦，传统的店啦。我对明条就开始咧做面包啊。面条呢？面条。200几年刚到清条了，你这奇怪哦，你唔是数学唔对，但是历史做歹嘅。无啦，你这做那么读册，你袂当以貌取人。无啦，讲几个意思啦？你莫讲想讲我那外来物种就袂晓读历史哦，咱地球的历史甲迄个数学最厉害的哦。是啊，无代志，我唔是针对你哦。400几年。400几年啊，嘿啦，嘿无算清楚啦。不是，为什么？爱使试食无？来，伊讲啊，佫唔要碰我，你敢食？我好犀利啊！你莫搞啊，你莫搞误会。来，食。好了，讲看卖，来，我先皮的就怕嘛呢。去讲我只要。少年你来行哦。而且卖面包的看起来安尼吼，安尼唔食人敢唔食人吼，物件佫袂歹呢。食咧这真在，喙内面咧芳气拢佫甜的呢。迄头家人看起来吼，垃圾吼。哎啊，物件这无什么芳气真够。讲安尼无礼貌，迄看起来太高了。伊无听到啦，咱讲伊我有听到啦。无咧足清气的啦。哦，这真无最清气。无菌制作面包啦哈。是哦，无菌的，无菌的。做面包时拢无菌，嘿，拢无菌。我怕，你咧这个嘛？来，咱开一下讨论起来吼，你讨论一下。实在话哦，你看哦，你家的红红的皮的迄香味啊，对不？巴蛋，那皮无啊，规拢互你塑料啊啦。
迄旁边有民宿的。你看，别当你跑来忙好啊！啦，你嘛分一寡好看食。大坑啊咧。哎，讲实在话，即马吼，这化学的物件有可能吼掺足多。这种安怎食咧吼，爸爸迄对你的身体健康无好啦。真的哦，无啦，安尼个后壁经过看卖啊。咱后壁还有较水的。哎呀，这上正统、上好食、上香的面包就伫遮。阮吼做面包的总铺师是对迄法国拿大，你有听过无？拿大学院哦，做甜的有无？做甜的来食，伊去遐留学转来做，你看这两塔。哎呦，冷塔，食看嘛，你看，点看卖，哦哟，这香的，哎，这造型那敢若乌龟，这真顺，歹的。食看卖来，食看卖，即马吼买10个，搁送你2粒无？送2粒，买10个，送2粒无？送2粒。对啊！哎呦！买10个送2粒。是讲你啊，头家你好，你这摆是安怎啦我讲实在话吼，无啦，你徛到边，徛到边。什么？哎，你即摆我是你某咧，你什么叫我靠不，边啊？等，人即马买10粒，送2粒啦，啊，这大优惠呢，又是送倒2粒，又是，嘿，头家你送倒2粒。无啦，就是我内面吼，我摕2粒出来送。安尼啊，哦，是安尼哦。伊讲内面有2粒嘛，你收去倒位啊？无啦，你家己看吼，哎呦，人吼比胖，偏起来更较胖，更较对有味。啦人比胖，看起来更较水啊。嘿无买一斤买水，这拄则迄斤迄什么？这谁个出嘿？嘿，哎呦，现在，哎呦，太误会啦！妈，你看伊啦，来安尼啦。来啦，安怎啦？我是因某呢，啊伊即摆看起来演安尼切过去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安尼哦，无规矩诶。是啦，食一斤就对啦。我讲这斤吼，才是正统的迄个好口味，啊，佮有犹太，买10粒送2粒，主要是吼，这头家娘生得有够水的，哦，你看到伊的身材，遮尔啊圆润、珠润玉润，你过去好啊啦，爸妈，你去头前迄间，行，咱去头前迄间啦。看到伊就像要食胖。小姐，你今仔所有的胖吼，我甲你装包起来，好不？真的啊！看你免，啊，看你要加送我几粒？你加水，你讲啥笑？你搁一动机？我来。哎呦，我查某囝足水安尼，无伊是目睭脱汤了啦你。即摆是安那？哈，看到伊安尼，你恁某是倒遐无？对啊你看规拢变啊！我毋是被伊的美色所引诱，有美色，有啊，我渡边美若天仙呐，你敢看袂出来？我毋知你目睭遮严重。阿弥陀佛，好吧，地球的心美观，甲恁我来心是无共款的，好吧？你看伊袂胖，就是爱生着这种的身材。杨贵妃就是这种型的，贵妃在世，呀，你甲点去！你我这个死囡仔你有够过哎。呀，当恁某的面，当恁是大面，是大人面，甲你查囡仔安尼，会甲这查人哈，安尼点仔咧高低，你这种人根本就是猪啊贵做胖，啊，什么意思？都讲什么意思？第什么意思？还有第二句俗句咧哦。让客你卖走啦！嘿，哇！哎呀，头家娘啊，头家娘吼，你吼唔那是胖水尔，你人愈搁较水哦。啊，我没胖就来找你安尼啦。对啦，家话免讲啦，今日后壁搁有后手偌济胖吼，阮总包起，啊，看你要送我几粒。哎呦，让客人真好。我是你某呢，我即摆徛伫遐，你甲我当做空气哦。哎，你安尼敢会使啊？无大无细啊，你丢人爸，甲你我爸。妈，你看啊！你死呢？你嘛甲差不多。哈，安怎啊爸？哎，恁某遮水滴啊！哈，你来遮佚佗，看了这查看这查人。嘿，你妈妈拜托的。水啦！袂输咧贵妃在世，美若天仙呢，咱娶某得娶这种的。你是遐看不要看啦，你无看我两个身水这么咸，这么水的，我两个就是美若天仙。你两个黑白眼，这基本是倒带还赶快呢，阿爸，
地球的心美观，甲恁外来成就是无共款的。系啊你，真正有够超过哈！当恁某面，当恁四大人，甲这查某囡仔安尼学白来，你这个根本是低收唔达高收稳。啊？什么？低收唔达高收稳？好，集合。调。都有两句俗语咱讲出来。来，第一句叫做“猪仔贵做芳”，什么意思？迄做就猪做咧饲猪仔迄种猪做，咧食物件。贵做芳。第二句是低收唔达高收稳，收就是咧迄鸟仔收迄收。大迄低收唔达高收稳，来赞成这个正是第一句，猪仔贵做芳的举手。一票两票，现在你安怎想？猪仔贵主要应该是讲，别人的较好食，别人的，伊食别人的较芳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我嘛是这个意思。猪啊，对啊，这个多。正经的啊，猪啊，迄个低调啊。低调是比较大的，低调是迄个。喂，你有饲过猪无啊？毋捌饲过猪啊。哦，对，咱过迄个做啊，过迄个低调了，咱就感觉是别人的较好啊，对啊，家己出来。哦，啊，你两个无共款的意见？感觉应该是迄个低收唔达高收稳。意思是？伊意思是讲，你家己的收爱先顾好，你袂当去，你高收爱顾好，你袂当去顾着低收，你去想着。无应该想到的代志。意思是家己的厝爱先顾好，唔好去顾着别人。啊，你家己出来有一个某啊，你哪会去想着？你是讲我种啊？你讲我讲这句，讲你假假死咧？唔是啦，我是想讲，难道咱请着第一本人来这该？不是，我讲第一名的老师本人，陪教授来甲阮解说。不要紧，因解说唔是我的代志。嘿，哦，要对唔对我唔知影。老师请解答来。第一句头已经意思差不多啦。猪仔贵做芳，是讲拢嫌家己的无好，别人的较好。这其实咱台湾俗语是讲啊，金庙欺神。啊，有时是讲妈祖行外庄啦，家己庄头的妈祖拢唔去拜，拢我要去拜外口的。这是讲无保守家己的物件啦。啊，若讲低收唔达高收稳，低吼，因为低调，他碰过讲有低调，低调较大间，较舒适。毋过我迄高收虽然会真正啊，毋过是我家己的厝，我家己会去听惜。所以猪仔贵做芳是欣赏别人，啊低收毋达高收稳是肯定家己。哦，所以像这个竞赛看到水槽，讲到水槽我感觉怪怪吼。老师，老师你有爱啊？因为这个竞赛吼，看到伊用贵妃，就开始有一种家己无好，别人较好，迄叫水花伫别人床，水母伫别人房。该要嫌家己的，唔知影去保守家己，所以若讲照这个剧情搬来，应该是猪仔贵做芳，这句较适合吼。感谢大家拍一拍过来。